三年圖評論啊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2026年嘅8月25號已經凌晨噶啦，咁啊同大家更新幾則馬圈嘅消息啦，有新舊馬王嘅最新資訊。嗱，首先咧就講下金槍60啦，咁呢單其實就好花邊嘅啫，咁但係香港馬迷聽到嘅消息咧，都好似幾高興，因為金槍60又贏啦嚇，咁贏咩咧嚇？唔係出翻嚟跑嗰種贏，係佢喺呢個北海道Lofton Farm 咁啊生活嘅時候咧，咁啊其實上次之前影片都有講，佢而家係有參加嗰啲馬術賽事噶嘛，因為即係馬房啊見佢喂好似百無聊賴喎，只嘛俾啲細藝佢啦，咁啊於是就安排佢就參加馬術賽。咁啊剛剛嘅星期六啦，2日之前咧，咁佢就係報喜，咁啊贏咗場馬術賽嘅。咁嗰個就叫做話第51屆北海道馬術大會，話呢個第3課目 A 嘅組別嚇，呢個盛裝舞步裡面嘅第3課目 A 嘅組別勝出咗喎。咁啊，即係可能分幾組咁樣玩啦嚇，咁佢喺其中一組就係第1名咁樣。咁啊，同埋話呢個係預賽嚟添，之後仲有喎嚇，9月有個咩退役馬嘅馬術大會，咁佢可能又參加盛裝舞步組別。咁啊嗱，如果贏啊固然好啦，即係講緊嗱，而家呢一個預賽贏咗啦，咁啊9月再有嗰個馬術大會退役馬術大會再贏就更好啦。咁但係即係我諗更加重要或者呢個不論馬主或者馬迷都好，都係最關心金槍60能唔能夠喺呢個日本北海道健康愉快咁繼續生活嘅啫。咁啊呢啲盛裝舞步嘅賽事，如果贏唔到冇乜所謂，贏到咁當然亦都係一個好好嘅 bonus 嚟嘅。咁啊呢單嘢都講下嘉應高升啦。咁啊話說都嗱上個禮拜5噶啦。咁啊，嘉應高升啊出嚟試閘啦，就大勝9個幾馬位嚇。咁啊，但係當然啦，佢嗰個試閘贏9個幾馬位嘅對手都要睇翻嘅。咁你譬如最高分嘅對手就係淘馬房嘅人和家興啦。咁但係呢隻都老馬嚟噶嘛。咁啊，跟住佢其他嗰啲雷神太保啊，喂大佬4班，即係你對住呢啲馬，你其實試閘唔使用全力，贏9個幾馬位，其實以一匹馬王嚟講，短途啊係嘛？咁啊都好正常啦，係嘛？你贏唔到9個幾馬位先驚，調翻轉啦。咁啊就今日就外地嘅媒體啦，即係澳洲嘅 Sky Racing 咧都攞呢個做 topic， 因為佢哋都知道呢匹馬會嚟跑珠峰錦標啦。咁佢哋都講就話，即係笑笑口咁講就話有隻馬係有好嘅狀態啦，因為呢次就試唔到啲乜嘅。咁就反為咧，其實賽後唔係賽後啦，試閘完之後，希斯同埋潘頓接受訪問講嘅內容咧，就更加值得分享同埋分析。嗱，首先咧就潘頓咧就係話咧有少少對嘉應高升嘅擔憂，就並非話對嘉應高升嗰個狀態有疑問啦嚇，絕對冇疑問啦，係咪嘭嘭聲？咁啊最大問題就係話隻馬一路冇轉腳嘅，一路都係出住右腳，直路用出右腳，轉彎都係右腳。咁啊，佢話以前咧，其實隻馬咧試過教好咗呢個轉腳嘅，隻馬自動咧一轉彎嘅時候，右腳咧一直路戳咁啊轉翻到左腳噶啦。咁但係就今次嘅試閘咧就成條直路，潘頓都有提佢。咁但係隻馬就所謂嘅故態復萌，咁喺呢方面咧就係令潘頓有少少擔心啦。咁我諗呢個潘頓嘅擔心就有佢嘅理由，但係我覺得就因為今次都始終佢季內第一次試閘啦，唞咗咁耐，同埋試閘就並非用全速嘅，可能即係我咁講可能啦，可能到佢跑到佢認真嘅時候咧，佢又記得翻嘅嚇。呢個其實就未必真係好大嘅問題，講真嚇，只不過就唔夠 perfect 啦，可能喺潘頓心目中嚇。嗱，至於希斯又講到咧，就即係嗱，今次嘅備戰都同上年係一樣噶啦。跑特首杯咁跟住就直去㗎啦咁樣，咁但係唯一咧佢又講句説話，我唔知係咪特登講俾啲記者啊媒介聽嘅啫。咁啊就因為咧就上年嘅試閘咧，澳洲嘅試閘，因為佢唔係第1名過終點，所以又成為咗傳媒焦點。其實嗰次就唔止成為傳媒焦點咁簡單嘅，嘉應高升喺試閘唔係跑第1，好轟動下。有傳聞就話因為嘉應高升嘅試閘唔理想，所以要退出。有咁嘅傳聞，咁但係當然事實上證明係流言蜚語啦。咁所以希斯就話佢會吸取教訓。今次試閘之前咧，就會將隻馬譬如話喺當地，我諗佢話會做一啲功夫先。因為本來咧上年佢就話隻馬跑完特首杯之後覺得隻馬狀態夠啦，唔使點操啦，咁直接去到就試閘同埋跑啦。結果隻馬咧就太好火，難以操控，咁所以個走勢又難以穩定嘅。咁今次即係言下之意咧，佢就會喺呢個試閘之前咧，都做翻啲功夫啦，幫隻馬所謂嘅泄下火啊，等隻馬喺試閘嘅時候文靜啲，表現比較對版啲，
咁就唔使咁多流言蜚語啦。咁呢個就希斯嘅講法啦嚇。其實本身點樣備戰都冇乜所謂嘅，我諗以佢嚟講都係調教隻馬狀態喺珠峰錦標嗰日最高峰啫。你喺試閘之前或者試閘之後快跳，其實就唔會有好大影響，即係你都係睇住嚟做啫，係嘛？只不過就話試閘之前都已經做定啲晨操啦，咁樣咁啊對隻馬就早啲適應，又可能有啲幫助咁啦嚇。咁啊就我諗今次珠峰錦標就係話最大嘅焦點咧，嗱暫時未 confirm，但係好有可能咧，嗱剛剛係星期六嘅轉播賽事，大家見到佢叫秋陽啊，唔係秋輝，sorry 唔係秋陽，秋陽長途嘅。咁秋輝咧就一出即勝啦，叫今個馬季嚇，我哋叫做即係呢個春季賽期首次出賽，跑1400係熱身嘅。咁啊跟住之後咧就唔知佢會進軍啲咩路線。咁啊幕後有講咧，就珠峰錦標係其中一個好值得考慮嘅 options 啊，因為隻馬咧就事實上已經確定咗佢跑，即係佢係短優於長嘅，因為4月佢跑澳洲嘅女王杯輸咗啦，大熱倒灶啦嚇，咁啊即係證明佢個長力唔夠啦。咁其實1400、1600可以應付，可能1200係更加好都未定，同埋佢嘅卡士真係高啊！佢贏另外嗰隻馬咧係贏到完全係冇得跑嘅，佢對手紅莊力正咧即係都唔惹少噶嘛，佢係贏唐加士打噶嘛。嗱當然啦，佢即係嗰隻紅莊力正咧贏唐加士打就係超輕磅贏嘅嚇108磅。咁你澳洲跑讓磅賽嚟講，如果讓磅讓到咁多，其實好着數，尤其是當你係一隻有能力爭標嘅馬嘅時候，你孭到咁輕磅咧，即係俾咗佢嘅。咁啊，叫紅莊力正第一次跑呢啲叫 Way4H 嘅接近平磅嘅賽事啦。咁啊，變咗就完全唔夠秋陽跑，同埋秋陽嗰個作戰經驗都好夠。其實而家嘅秋輝，而家嘅秋輝咧係最大熟嘅時候噶啦。佢嘅作戰經驗啊，或者佢嗰個態況咧，而家係最好。所以佢而家走嚟有機會會跑珠峰錦標咧，係絕對有咁嘅可能。同埋咧，就如果真係秋輝同埋呢個嘉應高升對碰咧，都係 World Pool 啊，即係阿老應啊應總啦嚇，樂見嘅一個叫做對決啦。因為兩隻都係好超級嘅馬，好超卓嘅馬啦。嘉應高升係香港嘅馬王，秋輝咁都係澳洲當地最注目而家嘅馬匹啦，都係馬王級噶啦。咁啊，如果佢哋兩隻真係對戰咧對決嘅話咧，係叫做全世界焦點噶啦。唔係淨係大澳洲主義或者大香港主義，而係世界上好多地方，至少咧就算唔係好熟香港澳洲嘅地方咧，佢哋都會報道呢場馬，報道呢兩隻馬王級嘅馬咧就咁樣對決。咁啊，所以都係會一個世界話題啦嚇。咁我哋即管睇下嗰個事態發展啦嚇。即係如果真係秋輝去跑呢珠峰錦標咧，咁啊今年變咗嘉應高升奪標嘅懸念咧就比以往大咗咯嚇。呢單嘢講下浪漫勇士啦，嗱咁啊浪漫勇士嚟緊下季就即係下半季係9歲，即係跑完香港杯之後就會9歲啦，佢北半球馬啦。咁就馬主劉柏輝先生咧接受訪問，應該都係 Arnold Horseman 先嘅。咁啊就佢就提到咧就係嚟緊下季嗰啲安排啊部署咁樣啦。咁我見到網上又有熱烈嘅討論，因為佢講到就話有可能會再跑沙特杯。咁啊，於是就兩種反應啦，有啲梗係覺得 OK 啦，咁亦都有啲覺得唔 OK 嘅，即係覺得浪漫勇士喂呢個年紀咯，仲去到沙特係嘛？同埋上次沙特杯輸咗喎嚇，即係泥地係咪真係咁擅長咧係嘛？去到9歲之年，再要舟車勞頓去沙特阿拉伯係咪值得咧？咁樣跟住都有啲朋友覺得就唔係好應該去。嗱咁我睇翻個訪問咧，就其實佢主要嘅講法咧係講香港杯先嘅，即係佢哋今季個似乎個核心咧，即係佢講法咧就喺香港杯嗰度12月。咁啊12月跑香港杯之前咧就跑多一場，咁啊係9成9都係馬會杯噶啦，即係跑嗰場。咁啊直指呢個香港杯，就跑完香港杯之後再睇情況，有可能跑沙特杯。即係佢嘅意思係咁樣啦，就唔係話跑完以香港嘅賽事就會遠征，唔係寫到個計劃好實，係一定會去，而係其中一個有可能會去啫。咁當然就要睇翻佢係跑香港杯之後翻馬房嘅情況，到底 O 唔 OK？佢嘅講法就係話，如果跑完香港杯之後隻馬攰啊，或者即係 setback 或者各方面嘅嘢嘅話咧，咁就會退役噶啦。香港杯有可能係最後探戈。
咁其實講到尾啊，而家呢個時間就馬季未開鑼嘅，都有好多可能性。即係而家馬主本身自己就講佢嗰個意向啦。咁同埋亦都要我諗同沈集成係要商量啦。咁佢哋之間亦都可能要有啲默契。咁但係呢啲嘢就亦都有可能係冇嘅，日日變嘅嚇。即係如果翻嚟隻馬話莫講話跑完香港杯好好體力，如果隻馬跑完沙特杯翻嚟都好好體力。好好狀態，咁可能又會繼續係嘛？跑埋季尾先啦，遮打杯啊，乜嗰啲先啦，都唔可以排除呢個可能，因為而家講啫係嘛，到時都會唔同。咁其實呢啲就唔係話馬主會出爾反爾，而好多時我哋聽到啲頂級良駒，譬如話馬主接受訪問咧，即係佢有佢嘅諗法啫嘛，係嘛？喺呢一刻，咁但係到時嘅情況又要到時先至再決定嚇。咁所以呢個時候大家就都可以叫做稍安毋躁嚇，唔需要對呢個浪漫勇士有咩決定遠征或者唔遠征咧有太大嘅反應。咁暫時呢一刻咧，似乎幕後咧都係以馬匹嘅健康同埋狀態咧係行先嘅。咁呢個大家就可以放心。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